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牛馬之死。最近廣東的一位32歲的程序員高廣輝周末暈倒後猝死一事，引發廣泛關注和熱議。這個事情已經有2天時間了在網上也上了熱搜，有很多人在關注這個事。這2天隨着媒體不斷的深入報道，這個碼農高廣輝猝死這個事情也越來越清晰。底薪3000元，24小時待崗，32歲程序員周末猝死。妻子說若時光倒流，一定逼他辭職。公司去年3季報淨利潤8.67億元。今天每日經濟新聞刊登了一篇報道，還相對比較詳細我們來一起看一看這個32歲碼農之死。大家也知道我們經常聊碼農，不是因為我是碼農，而是碼農恰恰是中國這30年也就是從1990幾年到2026年到現在，碼農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群體，就是我們所有白領職業相關的這個要素正好在碼農身上能體現出來，對吧？首先一個碼農相对來說他這個待遇還是可以的，我說相對碼農的平均工資在其他行業裡面那都是比較高的。第二個，碼農工作強度大，相比较其他的行業，对吧？碼農的強度也很大。第三個，就碼農是那種又是吃青春飯的，像那個娛樂圈一樣，對吧？35歲以上的碼農他就下崗了，找不到工作了。也就是說碼農具有我們這個新時代這種白領這種職業的一些叫特徵的合集吧。所以我們經常聊碼農，拿碼農來調侃。所以這個廣東32歲的碼農高廣輝之死也確實值得注意。我們看看這個每日經濟新聞他是怎麼說的。他說猝死的當天打開過公司 OA 系統，就醫前讓妻子帶電腦，搶救中被拉工作群，死亡後還有同事發來消息拜托他要把這個改一下。2025年11月29日，廣州32歲程序員高某輝暈倒後猝死，妻子李女士認為丈夫是在工作時突發疾病後去世。120院前醫療急救病歷中，既往史提及程序員經常熬夜，在轉院至廣東省第2中醫院後，既往史標注患者家屬訴患者為程序員，平時工作強度大，壓力大。但凡是個程序員恐怕都符合這個特徵，就是熬夜加班周末沒得休息掉頭髮禿頭嗎？也不打扮，高強度工作。家屬介紹，事發前一晚，高某輝曾表示第2天有工作任務。其企業微信記錄顯示，2025年11月28日下午5點左右，他修訂過一份部門任務共享文檔，其中4項任務的截止日期標注為29日。在家屬看來，這意味着他在事發當天仍有4項待完成的工作任務。這些大家都能想象的。你如果尤其是幹過碼農的對這個太熟悉了。據悉，高廣輝生前任職於世源股份，世源股份是上市公司1月22日晚，美经记者致電世源股份方面相關人士回復稱，公司已按照要求將相關資料提交，正在等待主管部門的意見。相關信息包括個人薪酬等，我們已經報告給相關部門，包括人社局那邊，我們也在等結果。據此前報道，高某輝所在的公司已向廣州市黃埔區人社局提交工傷認定申請，人社局已受理該申請。據吉木新聞報道，事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作人員表示此前此事的調查正在按正常流程走。高廣輝周末在家暈倒後猝死，算不算工傷？上述工作人員表示現在正在依法依規調查取證。另據九派新聞報道，1月22日，廣州市黃埔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作人員告訴九派新聞，此事正在調查中，力求把事實還原，會依法依規辦事。其還表示，目前受理這件事已經1個月左右，從受理之日起60天之內出結果。也就是現在無論是家屬還是公司，对吧，還是網友都想知道碼農高廣輝這個猝死算不算工傷。這個大家比較關注。他是比較特殊，他不是在工作崗位上猝死的，他是在家裡猝死，但是他在家裡他也在办公。你说说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他说
妻子公布的聊天記錄令人心碎。出事前兩人正備孕，牛馬還要準備生出個小牛馬，生生不息啊，這是命。據中國藍新聞報道說，記者從妻子李女士的社交賬號了解到，李女士曾連續多日在晚上9、10點鐘催促丈夫下班回家。以往每到晚上9點多，我都會看你車子定位，看你如果還在公司，我就知道你肯定被工作麻痹到忘記幾點了。妻子稱，如果時間可以倒流，一定堅持讓他辭掉工作。這個我想啊，它是一種丈夫死之後，他一種叫情緒啊，一种情緒化的表達。你说他辭了这份工作，他幹什麼呢？他幹別的工作就不會猝死嗎？說實話啊，在中國這個環境下，目前的就業局面、就業環境下，他幹什麼工作都有可能猝死，好不了多少。除非他說我不想賺錢，對吧？我就想賺2000塊錢一個月，能做到嗎？但你騎上電瓶車送外賣的時候，恨不得一天都能多送個10單，多賺個100是100，對吧？這就是命啊！因為我很少看到說有哪個外賣員，對吧？說我今天就賺100塊，到了100塊堅決不跑，都是跑到跑不動為止。我們中國人啊，沒有退休的概念，活到老忙到老。說不好聽一點的啊，我們絕大部分人都會死在工作崗位上。雖然你退休了，對吧？但是你還在掙錢，還在忙。有的人帶孩子不是工作嗎？對吧？替子女帶孩子，退休了，對吧？70多替子女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也是工作啊。多少人在死之前都還在工作，手裡的活還沒忙完，所以這就是宿命啊！幾乎每天李女士都會催他回家。2025年7月25日23時，李女士問他還沒回來嗎？他說啊，那我現在開車回去。同年10月15日22時，李女士說該回家了，不然得凌晨回來了。次日22時凌晨20時16分，他說啊，馬上到家，飛奔而來。說明什麼？說明這哥們真是啊，每天都要加班。就他這個加班還不是強迫的，捆起好多活沒幹完，都是要等着結果的。他就是整個的精密鏈條上的一環，他這一環要掉鏈子，後面整個的就跟不上，所以每個人都不能休息。當然這個記者啊還扒出了還有這個碼農的妻子啊跟碼農的聊天記錄，那裡面全是啊，就是他媳婦催他回家，催他早點下班。就在碼農死的那一周，的妻子還連催他3天回家。根據吉木新聞報道，1月22日，高某輝的妻子楊女士向記者介紹，丈夫從2019年起在該公司工作，2021年28歲時被晉升為部門經理。你看看，真的是啊，作為一個碼農，他還是很優秀的，事業處在上升期啊。28歲部門經理了嗎？那照這個趨勢下去，他35歲說不定還能接着幹。如果28歲還沒升部門經理，那到35歲差不多了啊，碼農生涯結束。丈夫工作勤懇，經常是被他反覆催促才下班回家。楊女士說啊，她本是學的物流，後來在丈夫的影響下學習編程，也成了一名程序員。但後來被裁员，兩人準備要孩子，出事前仍一直在備孕。你看看啊，本來2個人上班，妻子也是改行的，當的程序員，但是被裁了。他們倆同校，我估計就差個2歲吧，或者年紀一樣大，或者是差2歲。那就是這個妻子才30歲，30歲的碼農，對吧？你不生叫非生即走嘛。30歲的碼農肯定不吃香了，對吧？事業如果你没能當什麼小头目啊，那你就是在走下坡路，等着被裁吧。果然啊，他妻子是被裁了，所幸他這個丈夫很厲害，32歲了還升了個經理。他這麼努力的話，到了35歲應該還能再升一步，那就是暫時啊沒有裁員。根據他家這個情況啊，媳婦沒工作了，準備備孕、懷孕生孩子，他基本上媳婦就是家庭主婦了。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吧？被裁回家，程序員讓你生孩子、備孕，再加上產假休完，那都30多了。這個時候再找工作基本上是找不到的，這就是我們當下的一個現狀。那這樣的話，作為丈夫的吧，那整個家庭的重擔肯定是落在他身上，他更不能被裁，更不能失業。也就是這份工作對這個碼農高廣輝來說啊重要，對他家庭來說也是更重要。所以我說他媳婦說啊，說早知這樣我就讓你辭職回家了。我說是一種情緒表達，情緒化的。我們正在備孕期，她卻走了。楊女士至今無法直面丈夫去世一事，她說她希望丈夫生前所在公司能夠積極配合工商申請。这个高廣輝啊，在公司工作這麼多年，獲得的獎杯、獎牌、獎狀很多啊，也就是說他很優秀，要不然他怎麼當上部門經理呢？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說這個高廣輝啊，雖然是部門經理，但是他的底薪只有3000，工資發的時候是1萬多，這個就揭示了咱們很多碼農的真實狀況。碼農工資高，為什麼高？公司提倡加班文化，實際24小時待命。據南京新聞1月22日報道，楊女士告訴南京記者，丈夫高廣輝於合
河南长大，在廣州完成大學學業後，通過社招進入世源股份。你看啊，大學一畢業就進入了世源股份，還是可以的啊。002841，他是湖市的一家上市公司啊。大學一畢業，你看就進了上市公司當碼農，可以說職業是相對來說一帆風順。儘管其勞動合同簽署主體為集團旗下一家子公司，但實際工作關係與業務管理完全歸屬於世源股份集團。為什麼這麼幹呢？這大家也知道啊，像這種搞法就是為了讓報表好看，把很多本來算上市公司的成本，变成集团的其他公司，对吧？你的工資由其他公司承擔，但是你活是在上市公司，这样上市公司不就是显得人员成本低一點嗎？這個在國內啊不新鮮，就玩這種，這就是報表美化。生前他擔任公司軟件2部的部門經理，是公司核心研發團隊的中層管理者。應該來說啊，在碼農裡面算是不錯的，而且很有前途。記者了解到，高廣輝薪酬結構呈現低底薪、高績效特徵，基礎工資僅3000餘元，出事前到手1.9萬。也就是說啊，這個高廣輝的工資是稅前2萬加，就2萬多一點，扣完稅、扣完社保，發到手1萬9。實際上這個收入還是不錯的啊，但是他的底薪只有3000呢。公司薪酬結構就是這麼劃分的，必須多勞多得。楊女士說啊，實際上我覺得很多碼農都是這樣。高廣輝啊是眾多碼農中的一員，當然有的地方，比如說啊阿里、騰訊吶，那些大廠，所謂的大廠啊，他們的基礎工資可能高一點，但是它的結構都是這樣的啊，基礎工資加獎金加績效加一大堆的。這種薪酬模式與公司推崇的無邊界協作文化緊密掛鈎。高某輝每日睡眠僅6到7小時，早上7點出門，晚上11點回家，睜眼時間基本全在工作，甚至開車通勤途中仍需接聽客戶電話，參加線上會議。公司提倡加班文化，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實際上是24小時待崗。楊女士稱，隨着工作量增加，夫妻溝通從幾分鐘回復變成上午發消息，下午才回。這個我想啊，這個在職場的人呢，尤其是碼農，對這個恐怕是習以為常，這個太平常了啊。值得一提的是，記者在查閱世源股份官方視頻號時發現，平台上仍留存有退休員工對公司人文關懷理念正面評價視頻，這些內容主要讚揚了公司提供的員工活動、福利待遇等，與高某輝猝死事件所暴露出24小時待崗高強度工作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公司发生後，就事件發生後啊，公司的態度引起家屬強烈不滿。楊女士指出啊，公司雖在12月下旬提交工商認定申請並被受理，但隱匿了關鍵證據，也就是丈夫高廣輝11月29日凌晨登錄工作系統後台數據，公司以涉及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向家屬出示，且未向人社局提交該證據。更令家屬憤慨的是，公司提出一筆人道主義撫恤金，但反覆強調這是公司好心幫助家屬，不是賠償，並要求家屬自行向人社局爭取工商認定。楊女士表示，律師已告知其工商認定在公司不配合下大概率被駁回。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對於楊女士的說法及公司處理情況，該公司相關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公司一直在積極處理此事件，對員工去世表示遺憾和惋惜。記者希望進一步向公司核實了解其他情況。這名工作人員表示在開會，隨後掛斷電話。根據這個每日經濟新聞調查啊，這個世源股份的業績還是不錯的啊，說這個公司啊前3季度營收180億元，多崗位要求抗壓能力強。世源股份全名廣州世源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12月，2017年1月19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是一家以顯示控制、人工智能為核心技術的智能電子產品解決方案提供商。主營業務涵蓋液晶顯示、主控板卡、交互智能平板等显控產品研發與銷售。旗下擁有教育信息化品牌希沃和協同辦公平台，產品應用於教育信息化、企業服務、家電等領域。世源股份旗下擁有廣州世瑞、廣州世臻、廣州世坤、廣州世源創新、廈門世爾沃等多家全資子公司啊，也就是說這個企業規模不小。2025年前3季度營收180億美元，人民幣啊，增長5.5%，淨利潤8.7億元，
淨利潤下降7%，也就是增產不增收啊，內捲加劇，對吧？這就是典型的，就是營業收入增長了，利潤下降，這不就是價格戰嗎？內捲嗎？所以反映到碼農身上，那就碼農壓力更大，對吧？幹的活更多，加的班更多。除了教育、智能控制部件等主營業務外，世源股份還涉足機器人業務。在半年報中，公司提到機器人相關專利申請超過600項，同時公司商用清潔機器人目前已批量進入歐洲、東南亞以及日本市場，實現良好增長，也就是掃地機器人呢。該公司招聘軟件顯示世源股份的高級軟件工程師、显控硬件工程師等多個崗位要求員工抗壓能力強，能夠承受較大的工作壓力。这是每日經濟新聞對這個廣東碼農高廣輝猝死這麼一個報道。首先這是一個悲劇，對吧？這個才32歲突然就去世了。從我的這種觀點裡面我覺得應該給他算工傷，給碼農這種猝死算工傷沒毛病。一個正常的碼農他基本上沒有什麼休息時間，尤其是當個小頭目的这種部門經理，那更是24小時待命。為什麼呢？因為他是個關鍵節點，如果他這兒沒有響應，他這兒拖延時間了，那整個項目整個活進度都會掉下來。所以你要幹了這個位置對吧？他是軟件2部的部門經理，基本上那就是24小時響應，確實是這樣。你即便是在家吃飯，公司那邊有事，對吧？這個項目有問題，客戶呢調試不好，你就得放下碗，放下筷子，對吧？就得想辦法解決。如果能在家解決，就在家解決；不能在家解決，還說不定要去公司，就得加班。這就是咱們碼農的現狀。而有關部門，對吧？按照那個條條框框卡，它就不算工傷。我覺得這個太教條主義別的行業我不知道，我不敢說。但是碼農這個行業，對吧？在家，尤其像他這種上班的，應該算工傷，也就是我們工傷認定是不是要完善，對吧？那個工傷認定是怎麼認定的？那是以前我們的工傷認定更多的是那種流水線產業工人為他們設計的，認為這個你要工傷就在崗位上面，你一般的產業工人崗位你就在流水線上，你家裡也沒有流水線，對吧？所以說你想想吧，就這種工傷認定，它是不是已經落伍了、落後了？我們現在很多地方都已經提倡居家辦公那崗位就在家裡面。工位就在家，那你說居家辦公到这出了事還不算工傷？所以我個人認為首先他這個現在工傷認定這個東西有點陳舊了，對吧？現在就業形勢這麼靈活，拿過去那一套來套現在，那必然會造成各種這種叫人倫悲劇吧，或者叫冤假錯案。跟家屬的他就天然認為這個就是工傷，這是第一個我認為咱們這個工傷那個認定標準應該做調整，要適應當下的這個叫什麼高科技，對吧？我們現在越來越高科技嘛，你要科技興國嘛，高質量發展，那工傷就不是在什麼流水線上把手壓了，把腿撞了，那才叫工傷。像這種腦力勞動的，對吧？高強度腦力勞動的，它的工傷你很難去界定按過去的辦法。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什麼呢？第二個就是我在想為什麼這些事情它在外企不出現呢？特斯拉好幾萬人，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前幾年火的時候，外企在中國招的人也很多外企有沒有猝死的？就中國的員工在外企猝死，我想肯定有吧，那都是怎麼處理的呢？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咱們的牛馬不值錢，所謂的人口紅利，咱們的牛馬，对吧？那就真的牛馬比牛和馬還不如，因為我們的牛馬是24小時的，真正的牛馬，那牛不是24小時幹活好吗？对吧？你看看牛吧，我小時候養过牛，那牛幹活也就一年4季就那麼幾個季節，對吧？就那每年就那麼幾天不對，也不能叫幾天吧，就有那麼一段時間，那牛比較辛苦一點，幹活多。剩下的很多時候，你比如冬天他就不幹活下雨天他也不幹活但是你像碼農那是7乘24小時，春節都要待命。所以說咱們的牛馬比真的牛马還要慘，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人口紅利。但是你要不這麼幹，你這個工作也保不住。現在大家找工作難，对吧？你就是捲，你不捲把你裁掉了，你更没有工作，对吧？美西方這些碼農好像他一到周末，他一到假期，人家單位的電話就不接你不要找他一下班節假日公司就不要找他，郵件不回，電話不接，微信什麼短信不回，是這樣的吧？人家已經約定成熟，法律規定的可以不回，你公司不能因為人家周末沒給你回微信回郵件，你把人家裁掉，那是不可能的。那但是咱們不行為什麼呢？咱們牛馬還得靠歐盟來保護，對吧？歐盟強制要求，對吧？你這個企業如果加班，如果是這個員工待遇員工的保障得不到落實，你的產品不要賣到歐洲。
也就是歐洲不要血汗工厂生產的東西。所以說這個，這樣咱們的牛馬還能得到一些喘息。你看牛馬靠歐盟來保護，這是為什麼？就在我們津津樂道的聊美國斬殺線的時候，不知道這些盤盘們關注不關注到高廣輝猝死？那這個對他來說是叫斬殺線啊，叫什麼線？誰斬殺了他？我們的牛馬淪落到這個地步，到底什麼原因導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吧？第一個就是經濟下行啊，這是一個原因，內卷加劇，各個企業為了盈利，為了生存下去，他不得不加大对牛馬的這種壓榨，也就減少這個人員成本嘛，降低人員成本，減少人員開支啊，減少勞動報酬啊，這叫降本增效啊。這樣的話，他5個人的活2個人幹，這不成本越低嗎？這樣企業才能盈利啊。經濟下行啊，內卷加劇。第二個什麼呢？第二個就是大量的外資撤離，這個大家都能看到啊，不爭的事實。就外資撤離原因多方面的，也有他们自己搞不下去，对吧？他们競爭力在減弱，但也有一些是環境導致的，也有一些是地緣政治，他要，對吧？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面，本來是80%業務都放在中國，但現在只能放40%，剩下40%要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啊。這不就是地緣政治原因導致的嗎？有各種原因啊，還有一些是不適應，還有一些是，對吧？產品被淘汰。那你比如說這個生產照相機的日本的佳能，那整個產品啊，它在萎縮，市場啊，那它僅有的一點，它挪到越南去，挪到印度去，也就是多方面原因導致。但是你不能否認啊，這個外資大量撤離，優質的崗位萎縮減少。你看那個花旗銀行，對吧？一個研發部，人家撤了啊，撤到哪兒去了？印度吧，3000的崗位，3000人的崗位沒了，是不是這個就導致相對來說本來是優質的工作崗位一下急劇減少，碼農過剩，對吧？碼農競爭更加激烈，那碼農不就捲得更加厲害嗎？你不幹，有的人是人幹。第三個就是咱們自己的很多產業鏈也在往外搬，因為貿易戰，對吧？因為這種各種逆全球化，咱們自己很多企業也在搬到越南，搬到什麼墨西哥，搬到馬來西亞，那這個也帶走很多優質崗位。第四個我倒是覺得啊，我們雖然是碼農，雖然我們的科技企業比較多，但是我們真正的核心技術還是少，我們沒有什麼護城河，我們也沒有什麼議價能力，所以你只能靠低成本，只能靠打價格戰跟人拼，只能靠速度，靠效率，靠低成本。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對吧？你以蘋果為例吧，這個蘋果 iPhone 4剛出來的時候，不也是這個富士康給他代加工嗎？大家往前翻一翻這個報道啊，就在那個時候，那個富士康那個時候還是老一套啊那種管理方式，所以富士康就出現了12連跳，大概這個我可能記錯了啊，反正10幾連跳，就是什麼？就是工人受不了，或者是什麼，不管什麼原因，從樓上跳下來，出現12連跳、10幾連跳。為什麼？我想啊，和現在的碼農猝死是一樣的，壓力大、枯燥無聊等等。後來我記得蘋果啊，專門到中國來考察富士康，要求他改善工人待遇。也就是說，你不能血汗工廠，如果再有跳樓的，對吧？他就不能讓富士康代工了。在美國啊，這個輿論壓力特別大。從那以後，好像富士康就沒有幾連跳了吧？沒有了。為什麼呢？他在蘋果的壓力下，他提高了工人的待遇，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環境，增加了工人這個下班之後的這些什麼娛樂活動啊、放鬆啊等等，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才把這個10幾連跳的這個勢頭給遏制住。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對吧？也就是這些企業，如果你加大對員工的投入，那麼像員工猝死啊，像員工抑鬱啊，像員工，对吧？這種那會少得多。但是這個成本誰來出呢？像蘋果他出得起啊，人家有護城河，他的利潤高，對吧？他給代工廠稍微給你再多一點利潤，但我們的科技企業沒有。我相信他也想這麼幹，但是他要這麼找出一塊這個收入出來幹這事，對吧？把利潤幹這事，他就要賠錢，他的企業就幹不下去，所以對牛馬的壓榨到了極致。所以說我們盤們啊，在熱衷聊美國的斬殺線的時候，應該多關注一下咱們自己的牛馬，咱們自身，甚至盤自身，對吧？你連飯都吃不飽，你這個小命隨時，對吧？變成一個數字，你自己都是個耗材，你自己是人口紅利的一部分，你居然嘲笑人家這個美帝的斬殺線，這和劉姥姥感嘆這個賈府的不容易，對吧？賈府的這個王熙鳳不容易，王夫人不容易，不是一個道理嗎？最後我想說的是啊，這個碼農高廣輝啊，實際上不光是軟件行業，對吧？計算機行業，什麼 IT 領域，你各行各業都有一樣的，大家每個行業壓力都大，只要你還想混得好，只要你想改善生活，想賺更多的錢，想保住工作，你去哪個行業都一樣，除非中國煙草、中國石油。實際上啊，
啊，如果真正的沒有壓力，恐怕也只有公務員吶，或者是叫什麼體制內，或者叫煙草。哎，這個叫相對沒有壓力，也不能說絕對沒有啊，絕對沒有壓力的地方是沒有的，在國內找不到，只能說相對來說啊，他們没有壓力。實際上很多國企啊、央企壓力也不小，對吧？但是他那個壓力相比較這個碼農來說還是要小一點，所以我們不要羨慕碼農啊，2萬一個月的工資，那都是靠透支身體啊換來的。最後我想說的是什麼呢？不管你是碼農，你還是什麼別的崗位、什麼工作，還是要注意身體，身體才是牛馬自己的，這個身體之外一切都不是牛馬的，一定要記住了，一定要牢記啊，就只有身體是你的，其他東西都不是你的，所以還是要对身體好一點，對自己。如果你從事的是碼農或者是高强度工作、高壓力的，還是要學會釋放一下，學會劳逸結合啊，還是要關心一下自己身體，要鍛鍊身體啊。實際上我們看到很多報道，那個外賣小哥有很多是吧，也是猝死啊。按理來說，外賣小哥他压力小，精神压力小，就身體累跑嘛，但是也有很多猝死的，对吧？坐在他那個電瓶車上睡着了，就一覺再也沒醒來，還有開網約車的坐在自己車裡面，這種報道非常多啊。所以不光是碼農會猝死，各行各業都有猝死的。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身體要注意，別人不關心你身體啊，你自己要關心。總之啊，碼農高管輝的猝死是個悲劇啊，他像個警鐘，對吧？無論壓力有多大，無論現在你是困難還是在上升期，都要關注自己的身體，沒有了這個身體，對吧？一切都是零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